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1，诗篇111篇6节安尼讲：伊将伊大权能的所做显明伫伊的百姓，将列邦的业赏赐因。三甲来祈祷，将大权能的所做显明伫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捌拍石盘，予水沁出，江河满出来。你降落吗哪，亲像雨水，予以色列百姓食，将天的绵羊赏赐因。主啊！你赏赐快乐，予你的百姓。你要用平安赐福你的百姓。主啊！愿属伫你的儿女，拢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主啊！你是愿要用你唱歌学乐，眠时我要用你吟诗感谢。主啊！因为你有用慈爱来款待阮。主啊！你要将你大权能的所做显明伫阮，将列邦的业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